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興喺度咧，可以同大家一齊再一次去敬拜神。咁喺敬拜之先，我請大家喺屋企裏邊都安靜。如果你周圍有啲嘢會影響你嘅心嘅時候，求你都係唔該你將佢關上，讓我哋嘅心可以專一嘅敬拜主。我將呢段時間咧完全嘅係撥開嚟係敬拜神。請大家安靜。耶和華，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來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敵向我誇勝。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無故行奸詐的，必要羞愧。耶和華，求你將你的道指示我，將你的路教訓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導我，教訓我，因為你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你。弟兄姊妹，我哋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真神嘅名，我哋開始今日嘅主日敬拜。我哋首先唱我哋今日敬拜嘅詩歌，我的神，我敬拜你。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愛你，在你的桌前，我獻上你恩典，我的心讚美敬拜你，你是我心靈的滿足。是我唯一的喜樂，在你的桌前，我獻上你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愛你，在你的桌前，我獻上你恩典，我的心讚美敬拜你，你是我心靈的滿足，你是我唯一的喜樂。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弟兄姊妹，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上帝，我哋要讚美你，因為喺呢個紛擾嘅世代，主啊，你賜俾我哋安息。天父上帝啊，我哋要讚美你，因為喺呢個缺乏安全感嘅時候，你俾我哋有心靈上高嘅滿足，你俾我心裏邊有安慰。天父，我哋要讚美你，因為你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不至於羞愧。主啊，我哋多謝你，因為我哋今日弟兄姊妹一齊喺你面前有呢個敬拜嘅機會。主啊，我哋感謝你，你賜俾我哋有健康、有生命嘅氣息，我哋可以一齊嘅喺呢度去敬拜侍奉你。呢個係何等大嘅恩典！主啊，我哋喺你面前再一次求你赦免我哋嘅罪，因住主耶穌基督嘅犧牲，因住主耶穌基督十字架上高所流嘅寶血，我哋嘅罪得以赦免。我哋感謝主。主啊，我哋更加感謝你，因為你賜下咗你自己嘅話語，時常喺我哋嘅心裏邊俾我哋力量，俾我哋安慰，俾我哋有指引。你嘅話語係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以至到我哋喺世界上高
每日所行嘅路嘅時候，我哋都唔會迷失，唔會失去方向。我哋感謝主。主啊，求你今日嚟到我哋嘅當中，接受我哋嘅敬拜，接受你所應得當得嘅榮耀。願一切嘅尊貴、頌讚、榮耀，全歸俾我哋喺天上高三一嘅真神。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我唱下一首詩歌嘅時候，我想問下大家，一般嘅人喺佢嘅生命上高都係有啲嘢咧，佢係覺得好寶貴嘅嚇。可能佢覺得佢自己嘅樣貌啦，佢嘅學識啦，佢嘅才幹。咁但係喺我哋信徒裏邊，我覺得係十字架上高嘅福音最寶貴，因為呢個福音就係神嘅恩典，佢展示咗神嘅大愛、神嘅大能、神嘅榮耀、神嘅智慧。我唱以下一首詩歌《寶貴十架》，係一個粵語版，我哋一齊唱。世上主恩深厚，神大能手施行救贖，如絕人得生，罪債中常拯救，幽谷裏找到永生，顯世上足夠，從未離開，先前以後，承受無比的十架釘痕穿透，為我脫種罪解憂，榮美救主的福音拯救罪人。願十架使愚拙變真理，願你救主顯心恩，今作救贖活祭，眾神恩好看此心不變，顯世上主恩深厚。大能手施行救贖，如絕人得生，罪債中常拯救，幽谷裏找到永生，顯世上主恩足夠，從未離開。無比的十架釘痕穿透，為我脫種罪解憂，榮美救主的福音拯救罪人，願十架使愚拙變真理，願你救主顯心恩。今作救贖活祭，眾神恩好看此心不變，榮美救主的福音拯救罪人，願十架使愚拙變真理，願你救主顯心恩，今作救贖活祭。眾神恩好看此心不變。感謝主，就係呢個榮美嘅福音，能夠拯救我哋呢班罪人，唔係因為乜嘢高言大智，乃係完全嘅，只係靠賴我哋嘅主耶穌。我最後尾唱今個月嘅月詩。唯獨耶穌，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喺主裏邊好感謝神，可以一齊嚟到透過祈禱嚟到將我哋一切嚟到去交託俾我哋嘅主。過去一個禮拜，我哋亦都好感恩，有不同嘅事項值得我哋感謝神，包括咗我哋愛鄰舍咧，上個星期日有一個叫做 DIY， Julie 咧就帶我哋做咗嗰個嘅 scones， 都有成50多位弟兄姊妹參加，我哋感謝神。另外咧，我哋有好幾位嘅弟兄姊妹啦，都做咗呢一個新冠肺炎嘅測試，包括咗我自己啦、阿 Paul 啦，同埋其他啲嘅同工，個結果都係陰性嘅，都係感謝神。另外之前我哋喺為到以色列嘅一個猶太人阿 Donny， 佢第2次去驗呢個新冠肺炎嘅時候咧，就發覺嗰個情況係好轉咗嘅，係陰性，都係感謝神。另外我哋嘅弟兄啦，阿 Don， 佢啱啱呢個禮拜咧就開始入院進行1個月嘅免疫治療，咁為到佢祈禱啦。咁當日即係呢個禮拜3咧，佢住院之後嘅第2日咧，都有同我哋一齊嚟到參加教會嘅祈禱會，我哋都好感謝神。另外阿 Albert 同阿 Ann 嗰個 Albert 咧，阿伯伯啦或者叫佢做，咁佢嗰個化療之前咧都有機會即係同醫生去見面啦，嗰個嘅報告啊各方面都有一啲新嘅曙光，我哋都感謝神。包括咗佢嗰個 PSA 嗰個指數咧，就去翻即係降翻到去30幾個數字，而嗰個血糖咧亦都慢慢翻返去嗰個標準。繼續為到阿 Paul 亦都要想感恩，佢做咗其他一啲嘅測試啦，包括咗咧睇咗專科就係耳鼻喉嘅，咁發現咧嗰個嘅之前關注嗰個骨嗰個問題咧都冇事，即係佢擔心會唔會有啲嘅叫做exposure， 咁都係冇事，都係感謝神。為到佢繼續祈禱，慢慢改善啦。另外我哋有嘅劉嫲嫲啦，佢已經係出院啦，我哋一段時間為佢祈禱，佢一路嚟到康復，我哋都係好感謝神。我哋希望咧，我就同阿 Susan 弟兄姊妹講咧，就係希望咧有機會去探佢，咁繼續為佢祈禱啦。另外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姥姥啦，佢咧喺北京嗰度嘅，咁個情況咧都係有好轉，我哋感謝神。Wyman 嘅大姐夫之前咧我就擔心佢會變咗做植物人，咁但係都冇事，都而家開始有甦醒嘅跡象，都嚟到係感恩。好啦，再落啦，我哋有唔同嘅代禱事項啦。特別咧，我哋嚟緊星期一，Agnes 同埋 Carter 嘅仔咧，阿 Jaden 阿細仔會做一個白內障嘅手術，大家用禱告去紀念啦。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位咧係確診咗有新冠肺炎嘅肢體，佢而家嘅情況大致都係良好嘅，為到佢喺呢個隔離嘅時候，佢能夠有一個好嘅時間啦，身體咧亦都係一路嘅喺一個好嘅狀況底下嚟到祈禱。阿 Don 啦，頭先提過啦。另外 Ken 嘅太太 Candy 因為 Ken 咧除咗為太太奔波之外，亦都要咧照顧喺屋企
面對善終嗰個嘅岳母啦，求神嚟都幫助阿 Ken， 佢係一位慕道同埋以前咧信過主嘅朋友，求神幫助佢。另外咧，我哋所愛嘅黃牧師啦、黃師母咧，佢哋呢段時間咧喺 LA 嗰邊咧有一啲嘅服侍，求神嚟到保守佢哋有平安嘅腳步、平安嘅去、平安嘅返。Annie 身體都有一啲嘅進展，仍然咧喺護理中心。Albert 啦，頭先提過新嘅方向。Ann 啦，繼續做電療啦，嗰個嘅胸壁膜受傷受損，求神嚟到醫治佢。Eva 嗰條嘅筋有一條筋咧就係斷咗，需要醫生建議做手術。Terry 啦，仲有嗰個嘅 CT scan。Janice 嘅舅父喺國內接受治療。Anna Lin 佢嗰個嘅老化療啦，求神嚟到有恩典有憐憫，繼續加力俾佢。仲有其他喺接受治療嘅 Susan 嘅大嫂阿 Tina、Jojo 嘅化療。郭牧師個孫Mookie 喺泰國嗰度。另外 Tony 咧原本咧都話可以翻到嚟，咁但係到收尾咧又話嗰個喺香港嘅機票咧要取消，要延期。求神都帶領佢可以能夠盡快最終嚟到可以翻到嚟。亦都可以為到我哋嘅 extern 啦，佢同樣都有類似嘅處境，不過咧佢就係喺依邊希望咧買到機票翻中國。咁而家都係因為個疫情嘅緣故，未能夠買到機票。好，咁我哋咧有依一紮嘅事項啦，咁大家可以喺禱告當中嚟到紀念。我亦都鼓勵你可以咧參加我哋星期三嘅祈禱會，我哋咧每個禮拜一齊用ACTS， 我哋就話讚美、認罪、感恩、代求嚟到去一齊去彼此嘅禱告。我哋一齊嚟到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喺一個新冠疫情嘅底下，喺一個疫情一路去延續，同埋有爆發第二波嘅跡象底下，我哋身邊嘅環境似乎都唔係咁暢順，有好多嘅阻滯。但係喺呢啲嘅困難、喺呢啲嘅患難、喺呢啲嘅逆境嘅當中，我哋仍然可以向你發出讚美、發出讚歎，因為我哋知道你就係嗰位守約施慈愛嘅主，你係嗰位看顧我哋嘅主，你係嗰位愛我哋嘅主，你係嗰位同我哋同行人生路嘅主。主啊，所以我求你繼續嚟到帶領我哋弟兄姊妹喺呢段時間，我哋面對逆境、面對疫情，我哋可以繼續有信心嚟到依靠你去面對。我哋深信依靠你嘅恩典嘅時候，我哋可以一步一步離開呢個嘅陰霾嘅當中。縱然身邊嘅環境係充滿咗好多未知數，身邊嘅環境都會令人沮喪，但係我哋靠着你就能夠所有事情都可以去做。主啊，就為你求主你繼續去帶領，為到我哋弟兄姊妹過呢段時間有身體嘅改良或者改善嘅地方，我哋想感恩。包括咗我哋嘅 COVID test 好多嘅同工弟兄姊妹都係冇事。另外為到 Donny 祈禱，佢喺以色列，求你都看顧佢。一位未信主嘅猶太人，佢經歷咗好多病痛生死，求神你喺呢啲事上讓佢更加可以行近你一步。主亦都為到我哋嘅肢體，有唔少嘅肢體喺疾病嘅當中，喺治療嘅入邊，喺化療、電療，包括咗我哋認識嘅弟兄阿當，佢一位初信嘅弟兄，佢信心都會有時候都會受到動搖影響。但係神啊，我哋深信你會係加力俾佢，你會係與佢同在。求你就幫助佢呢一個嘅月份，佢喺醫院嚟到接受嗰個新嘅免疫治療，幫助佢。當佢特別一個人嘅時候，佢更加有神你嘅同在，佢睇到神你自己嘅安慰，神你自己嘅帶領。主亦都為到我哋英文堂嘅 Anna Lin 姊妹祈禱，佢接受呢個嘅電療，神啊化療嘅情況，神啊我哋都仰望你，求神你加力俾姊妹，佢嘅需要神你係知道，神你都係俾佢睇到我哋弟兄姊妹都係好樂意同佢同行，好樂意嚟到去支持佢、紀念佢、守望佢。求你就幫助佢，亦都幫助 Alex 喺醫院嘅時間，同埋佢嘅仔女能夠係重新不斷嘅嚟到去得力。主，我哋仰望你，我哋知道每一日都係你所俾我哋嘅恩典，所以我哋就好好嘅嚟到去把握我哋每一日嘅時間。主，我哋咁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復活嘅名求，
阿門。我哋一齊嚟到呢個時間去念主嘅説話。我哋今日睇嘅問題係第14條，一個嘅西敏斯特嘅問與答嘅第14條。呢個問題其實好簡單，得4個字，但係嗰個意義咧，亦都係好深遠、好重要。個問題係罪是乜嘢呢？什麼是罪呢？答案就係罪就係不遵行或者係違背咗上帝嘅律法。弟兄姊妹，罪係啲乜嘢呢？罪就係不遵行或者違背咗上帝嘅律法。願意我哋能夠係知罪、認罪、悔罪，快快嘅嚟到去跟隨我哋嘅主、我哋嘅神。跟住咧，我哋就會睇今日嘅經文。今日嘅經文咧係喺羅馬書嘅第1章16同埋第17節，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段經文，呢段經文咧就係講到保羅當佢去到羅馬嘅時候，佢所宣講嘅呢兩節嘅經文。有人講咧，呢兩節嘅經文就係羅馬書嘅中心同埋個核心。我哋一齊去讀一讀啊！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呢段經文亦都係我今日講道嘅信息入邊所揀嘅經文。今日我所講嘅信息係繼續我哋呢段時間講嘅教會健康嘅標誌嘅系列。今日咧就講到第3講係福音。福音，大家仲記得喺過去嗰3個星期，我哋咧已經係開始咗呢一個嘅講道嘅系列。第一個禮拜咧，即係喺6月28號嘅時候，當我哋做引言嘅時候，我講到健康教會嘅標誌，或者健康教會嘅最重要係一個嘅標記係啲咩咧？就係我哋喺凡事上都係以耶穌基督為首，耶穌基督為首嘅教會。呢一個就係我哋整個系列最重要嘅核心，我哋叫重中之重，最重要嘅一點。而喺上兩個星期咧，我哋分別咧已經係講到釋經講道同埋聖經神學。無論係釋經講道又好，或者聖經神學都好，嗰個重心，嗰個主角，亦都係主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就係我哋所講一切嘅信息入邊嘅主角、核心同埋嗰個嘅中心點。而我哋喺聖經入邊，整本嘅聖經，包括咗我哋上個禮拜睇喺舊約嗰段嘅經文申命記講到摩西入邊講嗰句説話，亦都係耶和華嘅宣告。耶和華嘅宣告就係佢就係嗰位又有慈愛又有公義嘅主，又有慈愛又有公義嘅主。我哋人當佢睇嘅時候，會覺得好似有時候好難兩樣嘢擺埋一齊，甚至乎會覺得會有所衝突。但係聖經嘅説話係帶領我哋、引領我哋去認識神、去跟隨神，因為神先係嗰位嘅主角，神係我哋講道嘅主角，神係我哋聖經神學嘅主角，神亦都係我哋今日所講福音嘅主角。福音嘅主角，大家仲記得當我去講呢一個引言嘅時候，我講到咧最近喺美國如果你有機會睇 Netflix 咧，有一套咁嘅紀錄片，我就話咧我都好中意睇一啲紀錄片，因為好真實嘅事。講到咧呢套嘅電影叫做《美國福音》（American Gospel）。美國福音，佢入邊係講啲咩嘅咧？就係講到教會。美國雖然係由1776年到而家都係用基督教嚟到立國，但係我哋唔好以為我哋因為基督教立國，我哋所有嘅教會都係有同一個信息、同一個福音。事實上話俾你聽，縱然我哋係美國係用基督教嚟到去開始立國，但係
唔係所有教會講嘅福音都係一模一樣。上次我又提到啦，有一啲嘅教會咧講嘅一啲叫做咧成功嘅福音、成功嘅神學 （prosperity theology）， 佢哋所強調嘅就係如果你信耶穌嘅時候，神就會祝福你，你要乜就有乜。神祝福你嘅時候咧，你就會有財富、有健康、有好好嘅家庭，所有嘅一切。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成功福音只係將個重點放喺我哋人嘅身上，而另一種嘅福音右邊嗰度講咧就叫社會福音。社會福音就係上個世紀當美國有好多嘅社會問題去浮現咗出嚟，包括咗貧窮嘅問題、男女不平等嘅問題、種族嘅問題，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咗嘅時候，教會就被要求嚟到去發聲，嚟到去處理呢啲嘅社會嘅問題，所以就有社會嘅福音嚟到出現。若果我問大家，今日乜嘢叫做福音呢？乜嘢叫做福音呢？你會點樣去答呢？不如而家就試下啦，你同你屋企喺屋企入邊身邊嘅人可能係你啲仔女啦、你配偶啦，或者你爸爸媽媽，同佢講下乜嘢叫做福音啊？好冇啊？同佢哋講下咩叫福音。如果你屋企係得你自己一個嘅時候咧，你自己對住塊鏡啊，或者你自己同自己講咩叫福音咧？我俾少少時間你20零30秒你講下咩叫福音。好，咁時間差唔多啦，都冇30秒。咁你講咗乜嘢叫福音呢？我唔知你同你身邊嘅屋企人、親人，或者你自己對自己講乜嘢叫福音啊？咩叫福音啊？可能你有以下呢一啲嘅答案都唔定喎。福音梗係好嘅消息啦，好嘢嚟嘅啊！有啲人咧就話福音咧就係信耶穌好啊？點解啊？因為耶穌咧聽我哋祈禱，咁所以呢個就係福音啦。你有啲咩需要，你求耶穌就得噶啦，耶穌會聽你。另外有啲人咧就話福音係咩咧？就係去天堂嘅入場券，你買呢張入場券就得噶啦。你買咗之後咧，接受咗呢個福音咧，就唔會去地獄噶啦。呢個就係福音。另外亦都有啲人咧比較感性啲嘅就話咩嘢福音啊？耶穌嘅愛，耶穌愛你，你好有 feel， 好有感覺。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向耶穌禱告，耶穌會聽你講。呢個就係福音。耶穌，另一啲人咧就話耶穌為你去死，所以咧呢個耶穌愛我嘅緣故，呢個就係福音。弟兄姊妹，福音我哋聽咗好多，我哋時不時都去講，但係乜嘢叫做福音呢？今日我就好想就住用剛才所讀嘅經文，再同大家去睇喺聖經入邊，用聖經嘅角度、神嘅角度去睇翻乜嘢叫福音？福音係啲乜嘢？第一點，第二點，福音嘅重要性係啲乜嘢？個 significance 我哋話福音嘅重要對我哋嚟講有幾重要嘅？可唔可以冇咗福音？第三，我哋點樣去有啲咩態度嚟到去回應、去面對呢個福音，去對住神所俾嘅福音？首先第一點，福音頭先我已經喺呢樣字嘅經文入邊去睇到、讀到出嚟。我哋再讀多一次啊！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呢度所講嘅福音，如果你有留意嘅時候，你見到呢段經文有3次喺中文嘅譯本出現咗福音呢個字。福音不以福音為恥，
福音係神嘅大能，福音係顯明出嚟嘅時候係見到神嘅義。首先我要問，乜嘢叫福音？福音喺原文喺希臘文咧，嗰個讀法咧叫做 Evangelion 啊。咁咧英文咧就將佢可以咧係拆咗兩個字，一個字咧就係 EU 啊，另一部分咧就係 Evangelion， 兩部分。EU 呢個字咧，我呢度講咧就係美好嘅意思。譬如話我哋有啲嘅美好嘅音樂咧，我哋叫做 euphonics， 即係個 phonics 前面咧加咗 EU。另外有啲好嘅説話，我哋話 eulogy。eulogy 係乜嘢？ eulogy 就係當喺喪禮嘅時候，我哋嘅家人會對離世嘅親人所講一啲關於佢好嘅説話，關於佢美好嘅説話，所做嘅美好嘅事情。所以 you 係解釋為美好嘅意思。要 angelion 呢個字咧 ，angelion 其實同嗰個叫做 angel 係咪聽落去好似咧？弟兄姊妹，冇錯。其實呢個咧就係講緊上帝差派落嚟嘅天使所傳講嘅信息。所以福音簡單講就係從上帝而嚟美好嘅信息。福音從一個廣義嘅層面嚟講，就係從上帝而嚟美好嘅信息。呢一個嘅美好嘅信息，事實上喺舊約，當我哋去睇舊約嘅時候，神去創造人去犯罪之後，神不斷差派唔同嘅使者嚟到去傳講好嘅信息，傳講上帝嘅 message， 好嘅信息，就係叫佢哋要回轉，要歸向神。包括咗邊一啲人呢？包括咗由嗰啲係始祖，大家記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都係使用呢啲人，你要同佢哋立約，你要同時間你要將神嘅心意透過佢哋，你要傳俾佢嘅子孫。之後亦都透過佢嘅僕人摩西。摩西就係嗰位嘅先知，係第一位嘅先知，嚟到去傳講，包括咗十誡，包括咗喺西奈山神個別同佢講嘅説話，佢傳遞俾嗰啲嘅以色列人。之後神亦都興起唔同嘅人，包括咗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成為佢嘅信息嘅傳遞者。成為佢嗰個將佢我哋話叫做 oracle 啊，一個曉諭，即係神嘅心意嚟到去傳遞俾佢嘅百姓，將神嘅心意嚟到去宣講、宣告。所以我哋話福音係一個 proclamation， 係一個向所有嘅人、全世界嘅人，特別係包括咗佢嘅子民嚟到宣告嘅説話。所以廣義嚟講，福音就係從上帝而嚟美好嘅信息，上帝而嚟美好嘅信息。事實上，如果你有機會咧上網嘅時候，去睇下、去查下、睇下 YouTube， 好似我呢個禮拜咧，我都去睇下 YouTube， 睇下啲唔同嘅神學家啊、牧師啊點樣去講乜嘢叫做福音。你會發覺咧好得意嘅喎，原來唔同嘅神學家、唔同嘅牧師咧，佢哋睇到福音嗰個重點都有啲唔同。譬如有一個叫 John Piper 啊 ，Piper， 你可以睇下佢。佢講到福音咧有5方面嘅。第一，福音就係一個嘅神嘅計劃，有第一部分就係神嘅計劃。第二部分就係有一個歷史嘅事實，就係耶穌基督喺歷史上出現。第三，呢個福音有一個 achievement， 有一個成就，就係透過耶穌所成就嘅救恩。然之後第四就係一個嘅offer， 一個神去俾嘅供應俾我哋嘅，就係一個救恩。而第五就係人嘅回應。呢個係 Piper 嘅睇法，佢點樣去演繹福音。而另一個我哋方派好認識嘅牧師咧，叫 Tim Keller 啊，佢以前喺紐約嘅長老會嚟嘅牧會。
佢所強調咧就有少少唔同喎。佢話福音咧唔係一個宗教，因為咩叫為之一個宗教咧？宗教就係我哋要用一啲嘅行為嚟到去討我哋嘅神嘅喜悅。但係佢話福音唔係，福音就係正正相反。福音係神嘅恩典、神嘅憐憫，係白白嚟到去俾到所有相信佢嘅人。所以你睇到阿 Keller 所着重嘅就係嗰個恩典，係人唔能夠賺取，唔能夠靠我哋自己嘅能力去獲得嘅。跟住第三個，我覺得呢個最正㗎啦 ，anti-right 啊，唔係 R-I-G-H-T， 而喺之前咧帶個 W 啊 ，anti-right， 即係你聽佢 anti， 咁你諗到啦，就係咪佢好熟悉新約嘅咧？所以叫 anti-right。冇錯，佢就係好熟悉新約，佢喺英國入邊咧一個新約嘅學者，聖經嘅學者嚟嘅。咁無巧不成話咧，佢個名亦都係叫 NT 咧，即係簡寫。佢話咩咧？乜嘢叫福音？對佢嚟講，福音或者係最不可缺少嘅內容 ，irreducible content of the gospel 係咩咧？福音唔可以少嘅，或者係最濃縮、最精華嘅重點，就係主耶穌基督自己。聽一次，福音嘅精華，福音最唔能夠缺少嘅就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為世人嘅罪嚟到呢個世界上，被釘喺十字架上，承受呢個救恩，使到我哋人可以白白稱義，並且耶穌喺第三日死去之後嚟到去復活。耶穌嚟叫人去悔改，跟隨佢進天國。我哋要回轉跟隨佢，呢個就係福音嘅真義，呢個就係福音嘅重點，重中之重。所以其實福音從一個狹義嚟到睇咧，福音就係等於耶穌基督自己。Gospel is Jesus Christ。福音就係耶穌基督自己。你可以試下咧，將耶穌基督呢四個字咧，呢個名咧，放落福音度睇下，係咪 make sense 喎？係咪對喎？啊，好似頭先我哋睇嗰段羅馬書1章16節啦，我哋可以放落去啦。呢個點樣講咧？呢個話我保羅啦，不以咩為恥啊？不以福音為恥，我亦都可以係不以耶穌基督為恥。然之後咧，呢個福音即係耶穌基督本是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嘅，先係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對唔對啊，弟兄姊妹？都講得通喎，同埋講得好通喎。因為福音，上帝所要傳講最重要嗰個嘅信息，就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就係嗰個福音嘅核心，耶穌基督就係福音嗰個要指向嘅最終嘅目標。所以當初期教會去將呢個新約嘅聖經，我哋而家叫做新約聖經，去成書嘅時候，當其時係大概第2世紀啦，即係主後嘅2世紀。頭嗰4卷書叫咩名啊？福音書，馬太、馬可、路加、約翰。福音書就係講到耶穌基督自己，而福音書喺當其時，根據頭先我所講嘅學者 anti-right， 佢講原來呢個福音對當其時嘅社會咧，係帶嚟好大好大嘅震撼啊！整個世界都唔 ready 啊，即係冇預備好呢個福音嘅嚟到，同埋呢個福音咧，唔係淨係靜雞雞喺度講，而係大庭廣眾，係一個普遍普世嘅一個 public 嘅公開嘅宣告。而呢個福音因為咁嘅緣故，對當其時嘅羅馬帝國整個嘅地形嘅政治，整個嘅社會帶嚟
極大極大嘅震撼，極大極大嘅顛覆。呢個就係福音，呢個就係保羅去喺度所講嘅，喺羅馬書佢所講嘅呢個福音就係神嘅大能，福音係耶穌基督自己，福音係神嘅大能。神嘅大能係有啲乜嘢特別之處？神嘅大能就係要去救一切相信嘅人，先係猶太人，之後係希利尼人。呢個福音要去救所有嘅人，呢個福音係充滿咗大能嘅，有咁嘅能力先至能夠將所有被擄嘅人，所有喺罪惡深淵嘅人去救出嚟。所以佢話呢個福音係一個大能嘅福音，係可以扭轉人嘅生命嘅福音。大能呢個字原本嘅意思就係 dynamite， 就係炸藥嘅意思。弟兄姊妹，我唔知你知唔知道炸藥係有幾咁厲害？你有冇見過炸藥嘅威力？炸藥可以將任何一切最堅固、最硬嘅，包括咗一啲岩石，一個花崗岩咧，都係炸碎嘅。我記得咧，有段時間我喺港鐵公司度做啦，即係以前呢個地鐵公司度做。我有一次咧去睇嗰啲地盤，我哋去做一啲嘅隧道，喺嗰個獅子山下低咧，要起一條新嘅隧道。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用嗰啲嘅炸藥。佢哋係點咧？嗰啲炸藥其實唔係好大嘅啫噃，可能咧同呢個咁嘅 remote 大少少啦，一支一支咁樣啊，好似你屋企嗰啲咁嘅牙膏咁上一大嘅啫。佢將呢啲咁嘅一支支咁嘅牙膏咁上一大嘅炸藥放入去，整一個細嘅窿，放入去嗰啲嘅花崗岩入邊，跟住咧嚟到引爆。佢引爆嘣一聲咧，就可以將成間屋咁大嘅石嚟到去炸破、爆破。呢個保羅話俾佢聽，福音係神嘅大能，福音嘅大能能夠去將一切攔咗人認識神嘅事嚟到去炸開，嚟到去破碎。使到人可以喺嗰個罪惡嘅捆綁嚟到係被釋放出嚟，被拯救出嚟。弟兄姊妹，你有冇睇到？呢一個就係福音。福音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佢所做嘅就能夠去突破晒所有一切嘅限制，所有一切嘅攔阻，包括咗嗰啲最頑固、最拒絕佢嘅人，有邊啲人呢？呢度話福音要救一切相信嘅，先係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猶太人就係大家所認識嘅以色列人，希利尼人就係簡單講就係非猶太人、外邦人，或者當其時嗰啲叫做講希臘文嘅人。其中一個大家好熟悉，就係呢卷羅馬書嘅作者保羅自己。保羅喺呢度去講到自己點樣嚟到經歷到神嘅大能，點樣嚟到原本係迫害基督徒，一個好熱心嘅猶太人，係一個好頑固唔相信耶穌就係嗰位彌賽亞嘅人。但係當佢經歷到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喺嗰個大馬色路上向顯現嘅時候，佢嘅心俾神炸開，佢最頑固嘅地方、最橫緊嘅地方，神去扭轉佢。呢一個就係福音，呢個就係耶穌基督自己。所以當弟兄姊妹你俾人問乜嘢係福音嘅時候，你而家識唔識答啊？福音最簡單、最不能少嘅就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成就嘅救恩，耶穌基督拯救人生命嘅大能，嗰個就係福音。呢個就係福音。弟兄姊妹，你有冇經歷到呢個福音對你嘅改變？
呢個福音有啲咩重要嘅地方？我哋再睇落去第17節，我哋一齊讀啊！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我要你留意嘅就係第一句呢度所講，因為神嘅義正喺呢一個福音上顯明出嚟。福音嘅重要性就在於佢能夠將神嘅義去向我哋去表達、顯明、去 disclose， 向我哋嚟到啟示，俾我哋去睇得到乜嘢叫做神嘅義，乜嘢叫做神嘅義啊！弟兄姊妹，神嘅義或者係稱義呢個字係一個法庭上嘅用詞嚟嘅，係喺法庭上面，當嗰個法官咧去審嗰個嘅犯人嘅時候，審完一輪，發覺佢係冇罪啦，告唔入去啦，所以咧要宣告、要宣判佢係可以無罪釋放。呢個就叫做稱義，呢個就係稱義。咁神嘅義係啲咩？神點樣嚟到去將我哋稱義咧？將人嚟到稱義，就係神嚟到向呢個世界嚟到宣告，當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世人去死，成為咗嗰個代罪羔羊之後，所有嘅罪債就係去到耶穌嘅身上，耶穌去背負。而我哋原本係嗰班被審嘅人，原本我哋嗰班係帶罪之身嘅人，係好驚嗰個嘅法官揾到啲咩證據要控告我哋要受罰。但係因為呢位嘅主耶穌基督，佢喺十字架上所成就嘅救恩，使到我哋可以脫離呢個嘅罪污，呢個罪名，所以我哋就能夠稱義，我哋就能夠同神和好。我再睇羅馬書第3章同一卷書嘅時候，講得更加清楚呢個稱義嘅意思。第24、25節話俾佢聽，佢話原本23節話咧，我哋都係虧缺咗神嘅榮耀，我哋都係罪污之身。但係而家蒙神嘅恩典，神嘅恩典對我哋有咩重要咧？就係因為耶穌基督嘅救贖，叫到我哋白白嘅稱義，係白白嘅稱義，唔需要付任何嘅代價，係白白嘅得嚟。神嗰個救贖點樣完成呢？25節就係佢成為咗一個嘅挽回祭，挽回祭就係嗰個嘅祭牲嘅意思，係憑着佢嘅血，藉着人嘅信，係要顯明神嘅公義，要顯明神係一個公義嘅神。因為一方面神佢係嗰位慈愛嘅神，而同時間佢亦都係公義嘅。佢見到人係犯錯，佢唔可以當為冇事，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佢係公義嘅緣故，所以佢要進行刑罰。而呢個刑罰就喺耶穌去成為嗰個嘅挽回祭，成為嗰個代殺嘅羔羊。當佢被殺，佢嘅血流出嚟嘅時候，就係嚟到去釋除咗神嘅憤怒。耶穌基督就係咁樣去使人可以稱義，使人可以同神嘅關係亦都嚟到和好。呢一個係稱義嘅意思，稱義嘅意思。弟兄姊妹，你有冇經歷到耶穌基督俾你嘅拯救，白白嘅稱義？我哋現代人咧，成日講咧，哇！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邊有咁着數啊？白白稱義，唔需要付任何嘅代價就得。其實呢個咁嘅諗法，唔單止係我哋今日先有，喺過去歷世歷代，甚至乎喺教會入邊，好多嘅人都覺得係咪真係夠？係咪真係得嘅？佢有咁嘅疑問。
其中一個就係馬丁路德。馬丁路德，你認識佢係邊一個？佢就係喺500多年前喺天主教羅馬天主教嘅教會其中一個修士。喺1515、1516嗰段時間，佢喺度教唔同嘅書卷，其中係教羅馬書。有一個問題喺度纏繞緊佢，就係佢喺度問耶穌基督所做嘅係咪真係已經足夠呢？係使到我能夠稱義，定還是我要好似當其時嘅教會，要做好多嘅德行，要建立好多嘅功德先至夠呢？先至夠呢？即係大家有冇聽過一個英文嘅説話？有2種嘅 condition， 一個叫 necessary condition， 另一個叫 sufficient condition。 necessary 咧就係話佢開始呢件事，譬如耶穌基督對當其時嘅教會嚟講係一個 necessary 嘅，因為耶穌佢釘咗十字架成咗一個救恩。但係對當其時嘅教會，佢覺得呢個都唔足夠嘅，唔係一個 sufficient 嘅。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喺神面前免去咗神嘅憤怒咧？呢個事實上亦都係當其時馬丁路德嘅掙扎。佢覺得自己咧喺神嘅眼中，神係唔中意佢嘅，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嘅，係惹神嘅憤怒嘅。當佢一路去掙扎，一路去思想嘅時候，佢就睇到下低呢一節經文所講17節下低，呢個講乜嘢？佢話呢個嘅義係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經上所記就係舊約嘅哈巴谷書第2章第4節。當其時咧，啲猶太人被擄巴比倫，喺一個好惡劣、好慘嘅環境底下，但係神去應許佢哋，義嘅人因信得生，義人因信得生。保羅就用咗呢句説話嚟到放喺羅馬書1章17節。我哋本於信，以致於信，義人亦都係因為信而到去得生。當馬丁路德佢喺度掙扎緊，一路掙扎佢嘅信仰，耶穌基督嘅十字架係咪足夠？係咪一個唔單止係 necessary， 同埋一個 sufficient 嘅原因，令到佢可以蒙神嘅悅納嘅時候，喺10年嘅掙扎之後，佢講笑咁講啦，佢呢個嘅道理咧，都喺個修道院嗰個廁所嚟到去領悟出嚟，所以咧呢個叫做喺個塔上面咧嚟到去領悟到嘅真理。佢就將1章17節嘅上半部分同埋下半部分連埋一齊，去明白到義人能夠稱義係因為信心，係因為信心，係單單因為相信耶穌基督自己。義人必因信得生，以致到上帝嘅義可以嚟到去加到俾佢，可以加俾佢。英文叫做 imputation， 係蓋喺佢嘅身上，係俾佢，係唔需要任何嘅條件。嗰一刻，當路德去明白呢個道理嘅時候，佢頓悟到原來自己已經係有重生。原來佢嘅重生唔係靠自己嘅努力，靠自己嘅行為，天堂嘅門已經為佢打開咗，就係單單嚟去靠耶穌基督就得。所以佢講呢一個就係因信稱義嘅道理，亦都係因為咁嘅緣故，佢得到完全嘅釋放。佢睇到呢一切都係神嘅恩典。呢個亦都係之後佢衍生對贖罪券，對好多當其時教會一啲扭曲咗、腐化咗嘅睇法提出嘅教導。神嘅恩典叫到我哋唔再需要買贖罪券啦，亦都唔再需要依靠教會或者教宗佢有嗰個嘅贖罪嘅權柄。
甚至乎佢再極端到後來對一啲教會嘅禮儀嘅否定，後來慢慢就同天主教分道揚鑣，建立咗我哋而家叫做更正教。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我哋話我哋係福音派教會 Evangelicals 係講好嘅福音，其實我哋嘅起源就係從嗰個更正Reformation 個意思就係 protest， 我哋就係要去糾正教會或者教廷睇得唔啱嘅地方。呢個就係當其時路德佢所講，因信稱義。今日弟兄姊妹，我唔知你見到呢個圖嘅時候，你係見到啲乜嘢？你係見到個十字架，定係見到個心，定還是十字架同個心一齊？係邊樣嘢先呢？係個心先呢，定係個十字架先呢？睇到你嘅宗教信仰係要靠個心，即是話你要靠你嘅行為先得嘅。嗰個咧就去咗頭先我講，好多人以基督教係一個宗教，或者好似路德佢被嗰個嘅人嘅功德去捆鎖住嘅時候嘅境況。但係如果你睇到呢幅圖係由十字架開始，所有一切都係神嘅恩典，所有嘅一切我哋都係靠住神嘅恩典嚟到去回應嘅時候，我哋就睇呢個嘅心，其實只係一個嘅回應。就好似時一時咧，我哋有時聽到啲弟兄姊妹講啦，就話咧，鼓勵你去參與侍奉啦，鼓勵你咧去傳福音啦。你會聽到咩回應啊？好容易咧，我哋嘅回應咧就話，我靈命都唔係幾好喎，我都係遲啲先啦。我對聖經又唔係好熟喎，我同神啲關係又唔係幾好喎，遲啲先。馬丁路德話俾佢聽，咁就係出咗問題。馬丁路德話俾佢聽，我哋嘅救恩，我哋嘅稱義，我哋所能夠為神所做嘅，都係白白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去講呢個福音，我哋去侍奉神，我哋唔係睇自己有幾咁嘅屬靈啊，我哋同神嘅關係有幾接近，我哋對聖經有幾熟悉，我哋咧讀咗幾多神學嘅課程，我哋信咗有幾多年，先至可以去侍奉，先至可以去傳福音。聖經話唔係，義人係因為信就能夠得生。我哋嘅重生，我哋得到新嘅生命，唔係因為我哋做咗啲乜嘢，我哋有啲咩好行為，而係單單我哋依靠呢個拯救我哋嘅主，我哋單單嚟到傳講佢。所以保羅佢點解第16、第17節去講我不以福音為恥？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應當有嘅態度對呢個福音。保羅佢好清楚呢個因信稱義嘅道理，所有嘅一切都係神嘅恩典，所以佢就算面對當其時第一世紀未信主嘅人點樣嚟到去攻擊佢，點樣嚟到去取笑基督教，點樣嚟到去否定佢哋嘅信仰，好似喺哥林多前書第1章18節，要話因為十字架嘅道理喺滅亡嘅人為愚拙，喺我哋得救嘅人卻為神嘅大能。滅亡嘅人睇我哋呢個福音係好愚蠢、好愚拙、好荒謬、好唔合乎科學。跟住保羅繼續講起哥林多前書第1章22、23節，佢話猶太人係要神蹟，希利尼人係要求智慧，我哋佢係傳釘十字架嘅基督，喺猶太人為絆腳石，喺外邦人為愚拙。乜嘢係福音？乜嘢福音帶嚟嘅重要性係咩？福音就係神嘅大能，就係耶穌基督自己。福音就係神叫我哋白白稱義，我哋唔係再睇我哋自己係邊一個，唔係再睇我哋嘅舊嘅我，唔係再誇自己有幾多嘅智慧，有幾多嘅能力，
可以有幾多嘅神蹟，做到幾多嘅嘢，而係單單嚟到傳講福音。所以保羅話：我唔以福音為恥，我唔覺得呢一個係羞辱，我唔覺得呢個係羞恥，反而保羅係好有信心，佢以福音為榮，佢要嚟到更加積極嘅越發嚟到去宣講，勇敢嚟到去講呢個嘅福音。呢個亦都係點解佢多次想去羅馬嘅教會，佢亦都寫呢個羅馬書，就係要同佢哋講，佢好想去到羅馬嘅地方嚟到向呢一班嘅羅馬嘅弟兄姊妹去講解清楚乜嘢叫福音，去將呢個福音帶到去當其時係最發達、最富庶、最先進，亦都係最世俗化嘅城市，將福音帶俾嗰啲未得之民。今日弟兄姊妹，對你嚟講，乜嘢係福音？福音係唔係只係為咗你能夠冇病冇痛、身體健康？又或者福音係唔係嚟到幫助你喺啲嘅問題上得到解答咁簡單？福音嘅主角係邊一個？福音嘅主角係耶穌基督自己。我哋呢一個福音係要以耶穌基督為首。我哋一齊嚟到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好感謝你，感謝你喺十字架上成就嘅救恩，你完成呢個嘅福音。你話呢個福音係好嘅福音，呢個福音係從上帝而嚟嘅福音，呢一個福音係關乎上帝，係關乎主你自己。你就係福音嘅一切，你就係福音嘅中心，你就係福音嘅主角，而唔係我哋世上每一個嘅人。神啊，因為你嘅福音嘅緣故，我哋可以白白嘅稱義，我哋唔再需要靠我哋嘅行為，你要賺取咩嘅功德，我哋卻係可以單單依靠你。因為咁嘅緣故，我哋亦都可以放膽嚟到為你做見證，去侍奉你。我哋唔需要以福音為恥，求主你就幫助我哋眾弟兄姊妹喺呢一個疫情逆境底下，喺末世嘅裏邊，我哋更加嚟到高舉福音，因為唯有你，唯有福音先至能夠救我哋脫離一個彎曲悖謬墮落嘅世界。求主你幫助我哋，我哋咁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求，阿門。呢段時間讓我哋嚟到去有回應，我哋透過奉獻，我哋去思想到我哋點樣去回應呢個福音。耶穌基督去將佢自己完完全全嘅嚟到擺上，我哋今日對佢有啲咩回應？因為呢一個疫情嘅緣故，我哋咧鼓勵大家都喺網上嚟到去奉獻。你可以咧用我哋嘅網站啦，或者我哋呢度上面咧有個叫做 QR code， 你都可以跟住咧嚟到去個指引咧，就可以知道點樣嚟到去奉獻。好，跟住落嚟咧，我哋代表教會咧，再一次咧三人四環宣道會咧，歡迎所有嘅弟兄姊妹朋友，包括咗你第一次聽福音，或者你已經聽咗好多次嘅福音。我嘅祈禱就係呢個福音可以喺你嘅生命入邊不斷嚟到去更新，叫你去更加經歷到神嘅寶貴、神嘅真實、神嗰個福音改變人生命嘅大能。咁喺我報告之前呢，我哋有一個嘅片段，我哋睇一睇。
好啦，咁我哋咧啱啱就睇咗一個好快嘅片段，大家知唔知係做啲乜嘢啊？其實咧，我哋咧就係去恭賀我哋今年2020嘅一班嘅畢業生。我哋話咧，今年畢業咧係好特別嘅一年，因為好多人咧都唔可以進行一個一般有嘅畢業儀式。我聽到咧好多咧就係咩喺個 drive-through 咁樣嚟到去做呢個畢業嘅典禮。雖然唔係好似以往咁嘅情況，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好難忘嘅畢業禮。大家仲見唔見到或者記唔記得頭先我哋講過邊啲弟兄姊妹或者子女咧嚟到去畢業啊？有11個喎，我數一次咧，有 Eden 啦，有 Jaden 啦 ，Travis 啦 ，Michael、Samantha、Vivian、Jolena、Alisa 同埋咧阿陳牧師兩個女，Esther 同埋阿 Joy。為到佢哋喺啱啱2020喺唔同嘅階段，有啲係大學，有啲咧就博士，有啲係中學去畢業，我哋嚟到獻上感恩，我哋一齊有一個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哋好為到我哋呢11位嘅年青人，佢哋啱啱嘅畢業，無論由中學升到大學，又或者由大學完成晒佢哋嘅所有嘅學業，去到職場。我哋深信一切都係你嘅恩典，一切你都係供應。你喺過去嘅日子，你叫到佢哋嘅父母、弟兄姊妹、親人，用好多嘅愛心嚟到去建立佢哋、栽培佢哋。主，我哋都為到佢哋嘅成長獻上感恩。求神你都帶領佢哋喺嚟緊一個嘅新里程嘅入邊，去更加經歷到神你嘅新恩，更加喺你嘅恩典底下嚟到去活出神你俾佢哋嘅呼召，你嘅帶領，亦都喺呢段時間特別疫情，我哋知道呢個疫情帶嚟到好多嘅新常態，願意喺呢啲新嘅常態入邊，我哋呢班嘅年青人有嗰種嘅能力，有嗰種嘅適應力，最重要亦都係有從聖靈而嚟嘅大能，去面對各種嘅處境，仍然係有力量、有盼望。所以我哋仰望你，為到佢哋嘅工作，為到佢哋教會嘅生活，為到各方面嚟到禱告，求神你就叫佢哋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哋咁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復活嘅名求，阿門。好，跟住咧有幾件嘅報告事項啦。我哋每朝早8點到8點半咧都繼續有靈修嘅，鼓勵大家嚟到參加。下一項啦，冇錯啦，就係咧我哋今日晏晝2點半啦，有一個嘅皮膚護理工作坊。咁上個星期我提到啦，就係阿張淑玲阿 Andy 佢之前講咗第一講嗰個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即係我都聽咗少少，原來哇，我哋啲皮膚咧係咁脆弱嘅喎，亦都係咧成日咧係一個暴露嘅狀態底下，我哋咧要好好嚟到去照顧打理我啲皮膚。鼓勵大家除咗自己聽之外，亦都咧邀請身邊嘅親朋戚友、未信主嘅朋友嚟去參加。下一項啦，跟住再下個禮拜啦，哇！我哋除咗有講面啦，上個禮拜咧講整鬆餅啦，亦都講下太空嘅喎，即係呢段時間咧講到話咩要去太空旅行啦。我哋咧有位姊妹啦，國語堂嘅阿 May，咁佢以前咧就喺太空總署嚟到做結構工程師嘅，咁我哋好開心邀請到佢咧嚟到去講從太空點樣嚟到去探討見證神咧，鼓勵大家嚟到參加。再一次咧就係亦都邀請身邊未信主嘅朋友，好唔好啊？下一個啦，係啦，就係咧我哋原本咧下個禮拜就係咧我哋教會定咗嘅夏令會咁因為呢個疫情嘅緣故啦，我哋就去唔到紅木營，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已經係邀請咗不同嘅講員，包括咗咧呢位咧係我哋總會一位好資深兒童事工嘅同工。佢咧會有一系列嘅講座嘅，有3個講座，咁大家可以喺網上嚟到去報名。呢度咧有一個嘅二維碼，你都可以即係 scan 啦，然之後咧喺嗰度報名。咁我哋咧就會知道有邊一啲人咧嚟去參與嘅。有3個唔同嘅題目，兒童啦、老師啦同埋家長，鼓勵大家嚟到去參加。好。咁同埋咧，我哋下個禮拜主日咧，亦都有我哋唔同嘅講員啦，國語堂、英文堂同埋廣東話堂，分別咧都有我哋原本夏令會嘅講員嚟到去講信息，鼓勵大家嚟到去參加同埋去聽嘅。
咁最後一項啦，就係我哋呢一個牧職嘅神學課程啦 ，CMSP， 鼓勵大家嚟到去參與，詳情咧你都可以同我聯絡嘅。咁我同埋呢個訂書啦，咁鼓勵大家嚟到去訂嘅。好啦，咁同埋晏晝咧，我哋有理事會2點鐘，鼓勵提醒所有理事咧，到時嚟到出席。OK， 我嘅報告係咁多，我哋嚟到一齊咧領受從主而嚟嘅祝福。我哋一齊嚟到去站立，請大家一齊嚟到站立，領受祝福。但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常與我哋同在，從今時直至見主嘅面。阿門。